Hello， 歡迎收睇灣區睇樓日記啊！我係 Kara 張仔，OK， 應翻我哋一個觀眾粉絲嘅要求啦，佢係想喺中山西區市中心呢個 location 揾翻一個現樓單位，而且個屋苑嘅質素又要非常之高啦。OK， 咁我哋就介紹翻我哋今日呢一個華人公園四季呢個樓盤屋苑啦。OK。先睇翻佢哋呢一個 location 啦，我哋華苑人行公園四季咧係位於中山嘅彩虹片區噶。先講翻佢嘅一個交通情況，首先港車北上嘅朋友可以途經翻我哋嗰個深圳灣關口，行翻我哋新中通道，然之後接駁翻我哋中山路彩虹大道，就可以嚟到我哋屋苑嘅呢個位置噶啦。咁如果唔想揸車嘅情況下咧，亦都係可以坐翻我哋一個巴士啦。我哋由樓盤出發，步行差唔多500米到1公里嘅一個路程，5分鐘左右嘅時間就可以去到中旅彩虹嘅一個上車巴士站啦。每日都可以往返香港嘅太子、荃灣、東涌噶啦。咁交通嚟講，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啦。咁未來咧，仲會開通翻我哋呢個新霧高鐵啦，係可以直接坐翻我哋輕軌落到深圳嘅西利站過關翻香港嘅。OK， 再嚟睇翻佢嘅一個配套情況啦。我哋公園四季咧係俾4個商場環繞住嘅。首先，我哋呢個彩虹片區啦，1公里嘅範圍內咧就有我哋嘅迪卡龍、麥德龍、彩虹市場同埋1+1啦，呢啲都係大型嘅一個 shopping mall， 可以解決到我哋平時行街食飯睇戲各方面嘅需求，因為佢係城區嘅中心位置噶啦。咁如果你想去大型少少嘅商場呢，2-3公里就可以去到石岐嘅大信新都會啦、興中廣場啦、天悅城同埋華發商都噶，就係中山比較成熟以及出名嘅一啲大型嘅 shopping mall 嘅。如果平時有啲咩頭暈身慶要做翻個 body check 呢，我哋樓盤隔離就有我哋一個中山嘅新中醫院啦，係一個3甲級嘅醫院，入邊咧仲有翻我哋香港嘅醫生去進行就診噶。接落嚟咧，我哋一齊嚟睇翻公園四季在售嘅一個產品。咁公園四季咧係分為1期同埋2期去開售噶。咁今日咧就重點係介紹翻我哋1期嘅一個產品，因為咧好多觀眾 fans 朋友同我講啊，想喺中山市區揾翻啲現樓大裝修嘅單位，咁呢條片就幫到你啦。因為佢1期咧已經全部起好晒啦，即買即收樓嘅。咁1期總共係分10棟樓去開發嘅，全部已經係現樓啦。而家在售比較熱賣嘅樓棟咧係5棟、8棟同埋6棟啦，由大面積143、120平方到中間改善嘅105平方，到埋剛需嘅90平方，由剛需到改善，全部都可以滿足到你啊！咁目前嘅一個均價咧係11000蚊到14000蚊左右噶啦，主要係睇翻你所揀嘅一啲樓層同埋單位噶。咁1期嘅特色咧，全部都係純板樓嘅一個設計啦，戶朝南，視野非常之開揚。咁我哋事不宜遲，一齊去睇翻佢嘅一個園林啦。哇！嚟到園林，俾我嘅第一感覺就係非常之安靜同埋舒服啊！咁華人人行公園四季咧係由華人同埋人行2個大型嘅發展商去共同打造噶。華人咧係我哋知名嘅一個國企發展商啦，咁人行就係我哋新加坡嘅一個外資發展商啦，專門係打造豪宅為標杆嘅。咁面前呢個觀眾朋友，你睇咗呢個小區園林，會唔會中意翻呢個樓盤呢？咁可以睇翻啦，成個園林咧係按照我哋新加坡嘅一個園林風格去進行設計噶啦。包括埋有我哋一個泳池、會所、健身室噶啦。咁每一棟咧全部都係純板樓嘅一個設計，戶都係朝南向嘅，而且佢每一棟樓下咧都係做埋我哋呢個挑高噶。咁佢每一棵樹咧都係落足晒呢個心思啊，係啊，非常之靚。OK， 我哋而家一齊上去睇睇佢嘅示範單位。好啦，上到嚟實體嘅示範單位，咁板樓同正常嘅一個在售產品唔同嘅地方就係咧，佢係1部 lift 2伙人家嘅設計，咁另外2伙咧就係呢個過渡空間過去噶。OK， 就係呢條走廊位嘅對面咧，就係我哋另外2伙啦。咁呢個走廊位咧係可以望晒我哋成個公園四季嘅呢個景觀噶，都係非常之舒服。好啦，我哋再去睇翻佢嘅一個實體嘅示範單位。OK。佢咧係有2個戶型嘅 size 噶，有我哋80
9平方嘅3房2衛啦，呢個90平方嘅。首先入門咧又做埋我哋呢個實木嘅防火門啦，呢個膠標係非常之重手嘅，智能密碼鎖係交流標準，同埋預留翻我哋呢個一排到頂嘅鞋櫃咧。OK， 過翻嚟就係我哋一個餐廳位啦，佢擺咗一個長台嘅4人位。其實後期咧你自己去按照咁樣嘅風格咧，可以改成一個圓台會更加之實用。對過嚟就係我哋一個廚房位噶啦。咁90平方嘅廚房咧，講大都唔算太大，中規中矩嘅膠標咧都係用晒我哋一個方太品牌嘅3件配套啦，係啦，預留翻我哋雙開門嘅一個冰箱位噶。咁客廳咧係有埋我哋2.8米嘅一個開間嘅，咁進溝咧呢個感覺會比較非常之舒服啦，係連接翻我哋一個露台嘅。咁我哋露台望出去咧，呢個視野都係非常之開揚啦。咁我哋目前咧係位於2樓嘅一個位置，如果想視野更加之好，可以揀翻我哋高少少樓層噶。咁人行華潤呢2個發展商咧，佢用翻我哋呢啲磚嘅質料咧，都係非常之唔錯噶。OK， 過翻嚟咧，我哋再嚟睇翻佢休息區嘅一個空間啦。咁第一間房就係我哋一個客房噶啦，擺1.5米嘅長床咧，都係做到3邊落床位，預留翻我哋一個衣櫃位。咁90平方呢個客房咧，都係算 OK 噶啦。過翻嚟就係我哋一個公共嘅洗手間啦，3段式嘅設計，乾濕分離。你鏡頭中睇到嘅全部都係一個交流標準啦，係啦。過翻嚟就係佢一個 BB 房啦，咁呢個 BB 房咧，空間就會稍微細少少噶啦，因為佢係以露台形式去佈建嘅，咁有1半嘅面積係贈送俾你噶啦。咁平時咧係可以做翻一個書房或者 BB 房都完全冇問題噶。係啦，最尾咧就係我哋一個主人房啦，係帶埋套間噶，90平方係帶埋套間，乾濕分離嘅一個設計，並且主人房同樣都係做埋3邊落床位噶，帶埋呢個飄窗啦。咁飄窗咧平時都可以利用翻，係可以望翻出去嘅景色，即係朝早一瞓醒，太陽照過嚟係非常之舒服噶。OK， 咁呢一套90平方嘅咧，總價 total 計埋落嚟係105萬嘅一個特價單位。105萬喺中山市區嚟講，呢個價位咁樣高質素嘅樓盤，我覺得係非常之具有性價比啦。而且現時仲贈送埋我哋全屋嘅一個家私家電啦，同埋一個車位嘅，不過車位係有名額嘅，先到先得啊。OK， 再睇翻佢呢個105平方嘅一個 B 戶型啦，其實佢就係我哋90平方嘅一個放大版啦，即係 Pro Max 版啦。咁入到嚟就係我哋一個廚廳嘅一個傳統廚廳嘅一個設計啦。對過嚟就係我哋一個廚房。咁廚房同啱先90平方可以肉眼見到啦，會比啱先更加之大，空間係更加之闊落啦。同樣3件配套都係我哋交流標準，預留埋我哋雙開門嘅冰箱位。對過去咧，呢度就係我哋一個餐廳啦。我哋明顯可以感受到餐廳係對比啱先會更加之大。咁客廳開間咧係有3.5米噶，連住翻我哋一個露台位。其實如果你想封窗嘅情況下咧，個客廳嘅空間會整體嚟講會闊落少少啦。咁現時咧都有好多業主係進行呢個封窗，顯得佢成個廳會更加之大。OK， 我哋再去睇翻佢休息區啊。咁第一間咧就係我哋客房啦。咁呢一間客房咧做得非常之大啦，3邊落床位，並且仲係有埋我哋一個通風窗噶。如果真係有街坊退休翻嚟大灣區啊、中山呢邊咧，咁樣嘅單位會非常之舒服，因為佢總價都唔算話太高啦，周邊嘅一個配套都非常之成熟嘅。咁呢一套105平方咧，總價計埋就比啱先90平方貴咗差唔多15萬左右噶啦。咁使多10零萬會享受翻更大嘅單位，我覺得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咁咧而家發展商都非常之有誠意啦，因為佢一期係進行一個清貨嘅階段，贈送1年嘅物業管理費同埋全屋嘅家私家電，同埋一個產權車位俾到你噶。咁喺中山市區一個車位需要去到15
萬到20萬不等。咁而家加多5萬蚊就可以送一個你自己屋苑樓下嘅一個車位，係非常之筍噶。OK， 咁中意人行公園4季呢個樓盤嘅觀眾朋友咧，都可以俾個 like 支持下 Kara 嘅，或者 share 翻俾身邊有需要嘅一個朋友。我哋都可以安排到7人車免費喺香港接送你到中山呢邊實地睇樓噶。OK， 今期嘅一個影片就分享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